在娛樂圈那片浮華絢爛，卻也暗流衝動的名利場上，真情往往是最昂貴的奢侈品，忠誠常常被換算成可以隨時拋售的籌碼。任嘉倫在《大唐榮耀》最紅的時候官宣女友，給了薛歡最大的安全感。現在回頭看太明了。這句話之所以能在無數個日夜的流轉中越發擲地有聲，歷經時間的塗洗而未被塵埃掩埋，反而像一顆被打磨得越發圓潤的珍珠，散發出溫潤而堅定的光芒，是因為它精準蒙地刺中了這個時代最稀缺也最令人心折的品質，那便是在個人名望與利益攀上最高峰的那一個人依然能夠清醒地轉過身去，緊緊握住來時路上那雙布滿薄繭的手。當鋪天及地的聚光燈以隨夫拉紐姿勢照亮一張曾經蟄伏多年的面孔，當震耳欲聾的歡呼與尖叫如春訊般衝向那個此前寂寂磨名的演運，絕大多數人在這樣的衝擊面前，難免會被這突如其來的巨大聲浪所裹挾，人本能地想要賺住這失而復得的一切，甚至不惜將自己過往不夠光鮮的泥路遮合得嚴嚴實實，仿佛那是一種需要被抹去的恥辱。但任嘉倫偏偏在那個可以被定義為命運十字路口的黃金節點上，逆着人潮如織的洪流，選擇攤開手掌，讓世界清晰地看見他的來處，看見那個陪伴他走過漫漫長夜的女孩。這並非簡單的勇氣二字可以倉促概括，他所根植的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生命清醒，一種對自己人生劇本走向有着絕對掌控力的篤定，更是一份不願讓任何一段真摯的關係淪為成功路上犧牲品的珍貴良知。將悠悠的指鉗撥回到2017年的早春，那時的北京尚且殘留着冬日的料峭寒意，但電視劇《大唐榮耀》的橫空出世卻像一把烈火，引燃了整個熒屏內外的大半個江山。任嘉倫所飾演的廣平王李束，以一襲紫袍、眉眼深邃的深情霸道模樣，蠻橫地闖入了萬千觀眾柔軟的心房。他眉宇之間那份渾然天成的英氣，對待心愛之人時那份不加掩飾的赤誠，以及置身於權謀漩渦中心卻依然能守住本心的那份純粹，共同交織成了一個讓人無法抗拒的男性形象。那段時間，數據是時代最不愧說謊的證人。他的微博粉絲數量以近乎令人咋舌的幾何級速度，從原本幾萬人的小眾關注攀升至百萬級別的大體量，而且增長的勢頭幾乎沒有絲毫放緩的跡象。各路媒體採訪的邀約，高些品牌的商業合作如雪片般紛至沓來，幾乎要將他瘦削但挺拔的身軀徹底吞味。在那段如夢似幻的時光裡，任嘉倫仿若一夜之間就完成了從寂寂磨名到炙手可熱的驚人蛻變。他的一顰一笑都被鏡頭和粉絲用放大鏡般的熱忱細緻解讀，他的過往經歷被如考古學者般充滿好奇心的觀眾一點一點挖掘出來。人們驚嘆於他曾經是一名專業的乒乓球運動員，因為頻繁的傷病才遺憾地告別了那片綠色的球台，也感慨於他後來遠赴韓國，在競爭近乎慘烈的練習生體系裡熬過了無數個汗水與淚水交織的日夜，最終卻因為種種不可抗力而未能以偶像身份出道，轉而回國從零開始學習表演。這一路走來的曲折與跌宕，構成了他人生底色上最為厚重的紋理，而那些不為人知的低谷歲月裡，始終有一道溫暖而堅定的目光在默默注視着他，那便是薛歡。然而就在這部讓他真正意義上叩開國民道大門的劇集尚未完全播完，甚至可以說劇情正含，話題與熱度正處於最沸騰的沸點之際，任嘉倫做出了一個在旁觀者看嚟無異於親手將錦繡前程撕開一道裂口的決定。2017年3月7日，這個乍看之下並無特殊寓意的普通日子，因為一條簡短但分量千鈞的微博而被永久地鐫刻在了內娛的記憶版圖上。任嘉倫未有用任何模糊曖昧的措辭，沒有留下任何可供猜測和斡旋的餘地。他大方而坦然地曬出了與女友薛歡在海邊牽手散步的逆光剪影照片，配以一句深情而樸素的告白，就這樣毫無徵兆地將那段已經低調相守了整整5年的戀情，赤裸裸地呈現在了萬千雙窺探的眼睛面前。那一瞬間，整個網絡世界仿佛經歷了一場無聲卻劇烈的板塊碰撞，沉默的表象之下是山呼海斥般的震盪與坍塌。
在流量被奉為歸熱、偶像工業高度成熟的娛樂預警下，一個正處於事業快速上升期的年輕男演員公開戀情，這幾乎可以被列入職業生涯的自曬式行為清單，更不用說是在他根本來不及構建任何堅固護城河的起步階段。緊隨其後的是完全可以預見的輿論風暴，那是一股混雜着失望、憤怒、不解乃至背叛感的複雜情緒洪流。大批因為劇中角色而對他投射了戀愛幻想的粉絲，在震驚之餘感到了被愚弄的疼痛。他們的離去來得迅速而決絕，那持續下跌的關注數字以一種近乎冷酷的曲線，直觀地反映在了公眾視野之內。甚至有坊間傳聞不斷流出，稱原本已經近在咫尺的幾個高含金量商務代言以及某部大製作古裝劇的男主角邀約，都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公開而驟然按下了暫停鍵，最終悄無聲息地轉向了其他更配合市場規則的同行。輿論的尖銳矛頭，除了直指任嘉倫作為偶像的不專業與對粉絲不負責任之外，更兇衝的火力則以一種更加蠻橫無理的方式，傾瀉到了那個被猝不及防推至台前的女孩薛歡身上。人們似乎忘記了情感關係中從來都是兩個人的相互選擇，而是不由分說地將所有罪責歸咎於他，用最挑剔苛刻的眼光審視着他的容貌是否足夠驚豔，他的身份是否配得上男方如今的身份地位，各種毫無根據的惡意取測和不堪入耳的攻擊性言論，如同碎了毒的利刃，羞羞地射向這個原本生活平靜、與圈內紛爭毫無瓜葛的圈外人。薛歡並非完全意義上的素人，他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這樣的專業殿堂，自身也曾懷取着對表演的熱愛，甚至如任嘉倫在他出道後拍攝的首部電視劇《通天狄仁傑》中有過真實對手戲的合作經歷。然而在那個人人自危、情緒先於理智的時刻，他所有的專業背景和人格特質都被淹沒在了狂歡式的審判之下，他成了終始之敵，被迫承受着本不該由他一人承擔的所有敵意。面對這幾乎要將人吞噬的漫天惡意，任嘉倫未有選擇發表長篇大論的辯解嚟為自己開脫，更沒有像許多前輩那樣迫於壓力而選擇表面妥協以求平息眾怒。他如同一座沉默矗立在海斥中的礁石，任憑風浪如何西吼拍打，都未曾有過一絲一毫的動搖。他選擇了一種最笨拙卻也最有效的方式嚟守護，他將薛歡徹底護在了自己的身後。從此以後，他不再將兩人的私生活置於公眾的放大鏡之下任由消遣，而是將這個陪伴他走過寂寂磨明的女孩，小心翼翼地藏進了只有他能夠觸及的最安全港灣，讓他遠離那個他已然踏入的充滿了虛與委蛇和是是非非的圈子。這種沉默的、厚重的、不帶任何表演性質的保護，比起任何華麗的公關辭藻，都更能彰顯一個男人內心深處對於承諾的鄭重。這樣的抉擇之所以在歲月的流轉中被反覆咀嚼、不斷回味，並最終被奉為真男人的標杆，是因為他所承載的厚重情感與現實考量，遠遠超越了簡單公開戀情這一行為本身。如果我們足夠耐心地去回望任嘉倫在成功之前所走過的路，那是一條布滿了尖銳碎石與磨情荊棘的漫長窄徑。從年少時因為運動損傷而被迫告別心愛的乒乓球台，那顆剔動在綠色桌面上的白色小球曾承載過他少年時代所有關於榮光與熱血的夢想，卻終究因為身體的局限而不得不提前畫上句點。到後來他念轉於國內的各類選秀節目，希望能用歌舞為自己開闢另一條生路，卻屢屢碰壁，始終未能等到那個破繭而出的契機。再到他遠渡重洋奔赴韓國，在大大小小的經紀公司中穿梭面試，終於擠進了勁撐慘烈到近乎殘酷的練習生體系，忍受着高強度的舞蹈訓練與語言障礙，每天在不足10平米的練習室裡揮灑着汗水，卻因為種種複雜的商業原因，最終未能以組合成雲的身份站上夢寐以求的出道舞台。最後他回到國內，從零開始學習表演，沒有科班出身的金光護體，只能靠着一次次跑組，一次次帶資料，一次次被拒絕來緩慢摸索前行的方向。在那些寂寂磨明，甚至看不到任何微弱光亮的灰暗歲月裡，是薛歡像一株堅韌的藤蔓般緊緊纏繞着他，
陪她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因為焦慮而失眠的夜晚。她甚至毫不猶豫地拿出了自己拍揮攢下的微薄片酬，用來補貼兩人在北京高昂的房租與日常開銷。在他試戲失敗後情緒低落到谷底時，是他溫柔而堅定地拍着他的背，用最樸素的話語告訴他：你只是缺一個機會，你比很多人都要好。他陪着他一片又一片地對着鏡子打磨台詞的氣息與動作的細微質感。在他為了一個非分級小的配角而反覆掙扎時，是他給了他最後的底氣與信心。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歡驗證了他最落魄、最迷茫、最看不到任何未來希望的階段，也是他用自己並不寬闊甚至略顯單薄的雙肩，硬生生地撐起了他那個搖搖欲墜、隨時都可能徹底崩塌的夢想骨架。因此，當命運女神終於在漫長的考驗之後垂青於他，當那束象徵成功的追光燈帶着灼熱的溫度打在他身上，當巨大的名望如隨之而來的豐厚利益如潮水般衝來，任嘉倫比任何人都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束光不應該只照亮他一個人。那個陪他在寒冬的雪地裡深一腳淺一腳走過來的女孩，理應和他一同站在此刻的春光裡，接受足於他們共同的致敬。他官宣的不僅僅是一段被定格的戀愛關係，更是對自己過往一切的一種鄭重認領，是對那段雖然貧瘠卻無比珍貴的奮鬥歲月的一種深沉交代。他是在用一種近乎決絕的、不留任何退路的方式告訴整個世界，他的人生不是一部可以被隨意剪輯、刪改甚至美化或醜化的商業偶像劇。那個看似與如今光鮮亮麗的明星身份格格不入的、帶有塵土氣息的過往，恰恰是他最值得驕傲、最不可剝奪的生命底色。而薛歡就是那片底色上最溫暖、最不可替代的一抹不束。邁入婚姻殿堂之後的任嘉倫，更是將這份清醒與自持貫徹到了每一個平凡卻真實的日常細節之中。他沒有像許多同行那樣，將婚姻生活當作一種擁繫熱度、博取公眾好感度的工具性籌碼，沒有刻意在鏡頭前扮演着完美丈夫的劇本，沒有利用夫妻之間的親密互動來獲取廉價的流量回報。相反，他選擇了一種近乎於隱身的極致保護策略。薛歡在承受了那場幾乎將他淹沒的網絡風暴之後，也徹底地、決絕地退出了那個他原本也曾深深熱愛過的演藝圈。他放棄了作為中戲畢業生本可能擁有的光明前途，心甘情願地收斂起自己所有的光芒，退居到那個只有他們兩人能夠定義的私密後方，專心打理着他們共同構建的小小家園。他極少出現在任何公開活動的鏡頭裡，社交媒體上更是看不到任何刻意的、精心修飾過的恩愛痕跡。這種在旁人看來或許有些過於沉悶甚至略顯寡淡的低調，對於曾經經歷過被全網拿着放大鏡進行磨情審視與審判的他們而言，卻是最適合呼吸、最具有安全感的距離。任嘉倫在劇組拍揮時，始終保持着一種近乎嚴苛的、自動化的邊界感。他與搭檔的女演員們在工作中默契十足，但在戲外卻始終保持着禮貌而疏離的恰當距離，從不依靠任何曖昧不清的熒幕情侶關係來為自己炒作話題、增加曝光。他深知，對於已經成家的男人來說，界限感是給予伴侶最大的尊重。在各種採訪的間隙，當不可避免地被問及家庭與妻子的相關話題時，他從不吝嗇於表達對薛歡的欣賞與誇讚。他卻認真地形容她是一個通透、穩重、有主見的女性，是她讓他能夠在外面心無旁騖地衝鋒陷陣，應對所有的複雜紛擾，因為她的大後方永遠穩固，永遠明亮。這種細水長流式的、不着痕跡的守護，比起社交媒體上那些精心策劃、精確到每一個像素的恩愛合影，無疑具有更加沉甸甸的、經得起推敲的真誠質地。他用此後漫長的日復一日的時間來證明，當年那個位於事業巔峰期的官宣，絕非一時頭腦發熱的衝動之舉，更不是一次可以被隨意撤銷的營銷策略，而是一份貫穿於此後所有朝朝暮暮、所有柴米油鹽之中的從未褪色的鄭重承諾。他在這漫長的時間裡，用自己持續性的行為，一片又一片地踐行着他對那個女孩許下的無聲誓言。將目光拉回到此時此刻的當下，
當網絡空間裏偶爾因為某些捕風捉影的瑣碎細節而泛起關於他們婚姻狀況的漣漪，比如近因為任嘉倫在某次繁忙的工作安排結束後，沒有選擇返回兩人在上海共同搭建的愛巢，而是為了方便次日清晨的通告就近入住了劇組安排的酒店。這樣一件在打工人眼中再正常不過的職場選擇，便能夠被一些缺乏事實依據的傳聞渲染得沸沸揚揚、悶成風雨時，任何一個具有基本理性判斷能力的旁觀者，恐怕都會從中讀出一種滑稽而略顯無奈的立位感。恰恰是因為任嘉倫此前數年如一日的愛妻顧家的正面形象過於深入人心，以至於一次最為普通、最為常規的工作模式調整，都被放大解構為家庭關係出現裂痕的鐵證。這從側面以一種反諷的方式印證了他多年嚟苦心經營、細緻呵護的家庭防線是何等的堅固而令人艷羨。無論外界的風吹草動如何變幻莫測，無論網絡上的流言蜚語如何此起彼伏，這對夫妻依然保持着他們自己的節奏，在足於他們的軌道上安靜而從容地生活着。他負責在外面披荊斬棘，應對所有明槍暗箭；他負責守護好那一盞永遠為他留着的溫暖燈火。這種無需言說的深入骨髓的默契，本身就是對一切惡意取測和虛假謠言最有力、最不容置辯的回擊。那些孜孜不倦試圖從某一個眼神、某一句模糊的話語、某一次短暫的分離中尋找所謂婚姻破裂證據的圍觀者們，或苦在喧囂的追逐中忘記了，真正的心情從來不需要掛在嘴邊供人觀賞。它藏匿在每一次面對異性合作時的刻意避嫌理，藏在每一次面對媒體關於家庭提問時的謹慎措辭中，藏在功成名就、閱盡千帆之後，依然將那位曾在少年時便相伴身側的伴侶視為珍寶，不願讓他受一絲一毫委屈的初心不改離。任嘉倫在事業巔峰期官宣女友這一極具標誌性的事件，之所以能夠在歷經了漫長歲月的洗作與沉澱之後，非但沒有被時代遺忘，反而愈發顯現出他穿越週期的深刻分量，是因為他以一種近乎教科書般的方式，提供了一份可供整個浮躁娛樂工業體系參照反思的珍貴樣本。在這個人設可以如同樂高積木般隨時搭建與拆卸，愛情往往被視作阻礙事業發展的累贅與負累，個體選擇容易被資本的邏輯所裹挾而失去彈性的時代，他用自己的親身選擇重新定義了什麼叫做真正的 man， 那絕非單純依靠荷爾蒙堆積起來的硬漢外殼，也不是某些人解中的大男子主義式的霸道宣言，而是一種由內而外散發出的敢於為自己的每一個選擇承擔一切已知或未知後果的成熟擔當，一種在近乎圓暈的浮華世界中依然能夠屏蔽雜音，清晰聽見自己內心深處真實聲音的生命清醒。他沒有辜負那個在自己一無所有，甚至連明天的早餐在哪裡都無法確定時依然堅定選擇他、陪伴他的女孩，也沒有辜負在功成名就之後依然願意將所有的光芒收斂，安靜地站在他身後為他撐起一片安寧天地的伴侶。他用跨越了10餘載光陰的堅守，一筆一畫地書寫了一段關於感恩、關於責任、關於兩個平凡靈魂如何相互托底的現實童話。這種品質之所以能夠讓如此多的人在回望時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動容，是因為他精準地觸碰到了每一個普通人心底深處對於那種純粹而不摻雜功利算計的情感關係的永恆向往。無論媒介環境如何劇變，無論社區評價體系如何苛刻地傾斜，人類終究具備那些真誠的、負責的，在關鍵時刻能夠剛起一切的靈魂所深深地打動。然而，當我們站在一個更加宏觀、更加超脫的理性視角來審視這一切，我們會發現，任嘉倫的個人選擇固然充滿了令人欽佩的英雄主義色彩與理想主義光輝，但我們作為合格的旁觀者，也無需將明星的私人婚姻關係過度地神化，或者進行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渲染。婚姻的本質，在任何社區語境與階層背景之下，究其根本都是兩個獨立個體在漫長時光中的相處、磨合與共同進化。它是由無數個瑣碎至極的日常片段交織而成的複雜途徑，包括餐桌上誰洗碗的謙讓，包括育人理念上偶爾的爭執，包括職業規劃中反覆的商議與妥協，
外界通過有限的媒體呈現所窺探到的，永遠只是這座冰山浮於水面的極為微小的一角。我們欣賞任嘉倫在事業高峰時期給予伴侶名分與安全感的勇氣與擔當，也尊重薛歡為了家庭而選擇放棄個人事業發展的自我犧牲與成全，但更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僅僅是一種在特定人生階段、特定情感狀態下的個體化抉擇，它不應該也不適合被抽離出來作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德枷鎖，去嚴苛地衡量和審視其他公眾人物的私人生活方式。每一對伴侶都有其獨屬於他們的相處哲學，有的伴侶性格外向，喜歡在社交平台上大方地分享生活細節，以此作為彼此情感交流的延伸；有的伴侶則性格內斂，偏愛靜水流深、不被打擾的私密空間，沒有哪一種模式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其核心的評價標準只在於關係中的雙方是否真正感受到了舒的、安全與被尊重。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完全能夠從這樣一段充滿溫情與堅守的真實故事中吸取到正向的心理能量與情感慰藉，因為它讓我們在充斥着不確定性的現實世界中，依然有理由相信努力，相信堅守，相信彼此成全的價值所在。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時刻保持清晰的邊界，以至如分寸感，深刻地明白明星的私生活終究是他們需要獨立面對和經營的人生課題，與作為普通觀眾的我輩並無直接的利害關聯。我們對於娛樂八卦的消費，應當是一種的道德、有節制的消遣，而不應演變成一種過度侵入性的、失去基本禮貌的窺探與審判。我們可以為那些美好的、動人的愛情故事真誠地鼓掌喝彩，但不必因為故事的發展軌跡偶爾偏離了個人預設的劇本而感到失望甚至憤怒。更不應當以所謂的關心或擁護為名，去粗暴地打擾他人本該寧靜的生活秩序。在互聯網這個人人都握有麥克風、情緒極易被煽動和傳染的巨大輿論場中，始終保持一份獨立的理性判斷，一份與人為善的基本教養，在消費娛樂產品給予我們精神放鬆的同時，依然能夠給予每一個獨立的個體以最基本的尊重和喘息的空間。這或許才是我們作為芸芸眾生中的圍觀者所能展現出的最體面、最有風度的姿態。畢竟，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安全感從來不單單嚟源於某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承諾與保護，它更廣泛地根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根植於我們對於人與人之間那份純粹情感連接的持久信念與共同守護。願我們都能在紛繁的資訊中保持清醒的頭腦，用平和的心態去看待他人的離合悲歡，轉而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注於自己身邊那些真實可觸、值得珍惜的情感關係。這或苦是明星們那些被公眾化的私人故事，留給我們最有價值的啟示與饋贈。